一年一度嘅大型暑期慈善活動香港舞動馬拉松最後一擊終極鬥藝日，喺眾武林高手同藝人嘉賓雲集支持之下畫上完美嘅句號。呢項大型慈善活動目的係為咗生命熱線籌募善款，並且向大眾宣傳珍惜生命嘅重要信息。好多謝主辦嘅單位啦，佢哋揀選我哋生命熱線作為受惠機構啦，咁就希望更多人認識生命熱線呢個機構啦，咁就多啲人咧嚟幫我哋做義工啦，因為我哋嘅熱線服務啦，同埋我哋嘅預防自殺嘅長者服務咧，其實都需要好多個義工嚟到幫手嘅。香港舞動馬拉松嘅活動概念源自生命熱線，提倡珍惜生命同積極面對人生嘅宗旨。作為活動大使嘅阿 Sa 同 William 亦對成效非常滿意。我今日覺得呢一個活動係非常有意義嘅，連續8個小時嘅跳舞馬拉松，係啊，我亦都未見過咯。咁我覺得即係可以俾到一啲年輕人知道，其實如果自己唔開心嘅時候，應可以用啲咩正確嘅方法去 release 呢啲情緒咧。咁我覺得跳舞係一個好好嘅方法。好開心可以擔任今次嘅活動大使啦，因為一嚟到見到咁多年青人咧喺度跳舞咧，我已經好開心。同埋呢個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活動咧，就係幫生命熱線籌款。咁我自己又完全冇聽過見過香港會有一個8個鐘頭不斷跳舞嘅一個活動。咁今次我覺得係一個突破。心情今日嘅心情非常開心咧！第一喺個咁大嘅環境裏邊，同埋有咁多人一齊，我估唔到原來咧呢次可以講我第一次喺香港一個咁大嘅場面裏邊，同咁多人一齊跳舞，佢哋真係好積極，好有活力。今次香港舞動馬拉松鼓勵港人積極同樂觀面對目前嘅社會困境，發放正能量，成績令人鼓舞。大會希望各位繼續珍惜生命，活出精彩人生。香港舞動馬拉松2019